好来乡亲继续来看这件，他会拢安尼教袂变咧，连续3年，逐年拢啉酒开车，这届弄死人咯。这是发生伫高雄三明区的建国2路，有一个40外岁骑士停伫路口咧等红灯，互一个23岁啉酒开车的少年呢，为后壁高速甲撞落去，送病院救无转来。啊，讲这个少年呢，自年甲旧年拢有啉酒开车的记录，就是教袂会、教袂乖。 即个个啉酒开车弄死人，共弄破一个美满的家庭。两台汽车好好停伫路口等停红灯，想袂到后壁一台轿车完全无开伫车道上，上尾也阁用真紧的速度弄到一位骑士，这一辆骑士规个人飞出去，送病院抢救，夭是过身。当你撞死人了吗？是早上是有跟朋友喝吗？喝很多吗？ 该问话拢无回应，且23岁姓肖的驾驶真少年，不过这已经不是头一摆啉酒出代志，这几年来都有2摆记录。2018年3月，后疫期间酒后骑车互查到涉犯公共危险罪，互判刑2个月，并科罚金5000块。 去年6月，无甲过去伫钓虾场的教训去掉咧，因为毋是初犯，互判3个月徒刑，共款会使并科罚金。想袂到即摆阁是唱歌唱规暝，啉甲醉茫茫开车，甲一个人弄死。抽血值超过酒精标准，警方将依公共危险及过失伤害致死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喝酒喝得那么严重了，为什么还要开车？一撞，把我小孩子撞会撞没了，也真的把我的家庭撞得支离破碎。 汽水家属看到伊甲规家伙仔的经济重担担起来，表明是遵守交通规则来停红灯，所有人弄死，叫人爱安怎接受？